ITF 關於兒童保護的政策是根據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的兒童權利所制定，將兒童的福利視為最重要，要預防和保護兒童，免受任何形式的不當對待，例如忽視或虐待，防止兒童身心健康發展受損，鼓勵兒童要尊重人權、父母、多元文化及環境，保護及尊重兒童尊嚴和權利的紀律，賦予每個兒童在影響他們的事情中表達自己的觀點、感受和願望的權利，並認真考慮和尊重他們的觀點，賦予每個兒童應有的權利。在國際跆拳道聯盟 ITF 成員中，有相當大部分年齡在18歲以下，因此 ITF 承認有責任確保所有會員和員工尊重和實現保護兒童的權利。國際跆拳道聯盟 ITF 兒童保護政策不單止在執行保護兒童的政策，還致力於指導所有 ITF 成員和員工為兒童實現最佳的利益。